请到早，欢迎收看今日8月30日台记大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节目一开始，咱今来关心一个上新的消息，这是检方侦办金华城案，今日早起雄雄出动，去朝民众党主席郭文哲伫台北市金山南路2段徛家。咱来看上新的画面。针对金华城8案，法院才拄收押台北市议员应晓薇，还有维京集团的主席芯片经等人，检方就随出动。伫透早的时是去敲郭文哲伫台北市金山南路2段徛家，按算搜索行动一结束了后，伊嘛会将郭文哲直接带转去廉政署问话。这个案主要的争议是，郭文哲在做台北市长任内的时，放任金华城容积率到840%的法律依据是啥物？敢有违法？敢有牵涉多利罪？敢有官商勾结？这拢是调查的重点。来关心金华城案，即马风波继续的扩大，检方嘛查出讲，真正的过程哪亲像有涉嫌污洗。检方针对维京集团芯片经，还有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应晓薇等人申请羁押。台北地方法院伫昨9点开羁押庭，尾下呢，芯片经、应晓薇，还有应晓薇的助理吴顺明3个人拢互收押禁见。侦办金华城容积率案件，检廉28兵分48路，搜查维京集团台北市议会等所在，并且约谈芯片经、应晓薇、金华城董事长陈玉坤、应晓薇办公室执行长王尊侃、助理吴顺民、陈家敏等6位被告，加12位证人，拢送北检复讯。先后陈玉坤1200万交保，王尊侃500万交保，陈家敏200万交保，证人请回。检方并且对应晓薇、吴顺民、芯片经等人向法院申请羁押。台北地方法院伫咧2个案开庭，裁定应晓薇、吴顺民加芯片经3个人羁押禁见。金华城风波阁扩大，郭文哲也阁逼讲，不接受过芯片经的交代去投资温恒唱歌。财团老板也是就是一个市民嘛，所以遇到这还是有，从来不会去否认。爱说有去唱歌，有他请过我一次啊，但是选后。他当我说啊，这选不掉哈，给你爱味道去。对金华城案的态度，郭文哲强调，过程拢清清白白，真正的案件公开透明。芯片经也发声明讲，将来无甲官员妥协或者是送红包，也讲好欺负甲官欺负，拢有官员向伊讨钱，伊随拒绝，才互金华城申请用职一直被报复。郝龙斌也发声明回叫，要求爱指出人、事、时间、地点，向检调检举，唔通转移焦点。我们都会持续关注这个案子的后续，一切一定依法来办理。所以事实到哪，我们就会处理到哪。若是涉及到行贿等不法的行为，台北市政府是不是要求金华城停工？蒋万安表示，已经请政风处主动调查清楚，台北市政府也全力配合检调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党郭文哲除了牵涉金华城案，另外嘛表出大选做假效，伊用补助款4300万去买办公室的争议。伫郭文哲昨昏伊嘛有开记者会，伊有向支持者会实例，伊嘛宣布伊要向党内请假请3个月，要接受调查。虽然争议不断，不过郭文哲嘛强调讲，第三势力的伙计袂因为安尼就花去。我在这个地方还是要表达一个抱歉。最近加入起几项争议，民众党主席郭文哲今日回唔到，伊讲因为整整的错误，已经咧考虑要向党请假3个月，暂时离开党主席的职务，主动申请调查。因为这种种的错误，你知道我几经思考，你知道我还是要向党请假3个月。我个人也要好好反省，你知道我到底还能不能带领他民众党，到底还能不能给我们的支持者一个愿景，还有继续前进的力量。现在代理党主席的人选，民众党讲以党中由中央委员互相推荐，会赶紧决定。现在针对提4300万选举补助款来买商业办公室，郭文哲讲确实是考虑了无周至，造成外界负面的观感。不过上班敢要交付信托，会由律师来评估。嘛讲上班甲租金都是要互民众党使用的。针对政治现金无实在申报的代志。迄当阵的郭文哲竞选总干事黄珊珊表示，经过2礼拜检查甲比对，发现支出到交期无报的有210条，支出减报的有130条，计共1937万5409块。记者会嘛公布甲木科公司合约有争议的代志，双方对授权金的理解有真大争差。
靳总主张139.9万元，穆可主张授权金是1500万元，这当中的落差我们感到无法接受。我们要求穆可公司应该要退回争议的款项1360万元。要相信专业的，对方，这到底是要告要怎么告，还是要怎么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花钱聘律师呢？在记者会上尾，高文地嘛带领民众党全体党公职，向支持者激将回施礼。高文地嘛强调讲，虽然犯错，不过第三势力的会址是袂花去的。记者综合报道。其他的消息，咱来关心前交通部长李明干，因为表出外缘的买台，伊已经请辞落台。行政院即马宣布，新的交通部长会由行政院发言人陈世凯来接，后礼拜就要上任。也毋过陈世凯伊无交通的专业背景，嘛引起议论。台上出席长官有行政院陈世凯发言人。大家好。主持行政院会后记者会，不过这是陈世凯以行政院发言人的身份最后一届，因为赖清德总统甲行政院长杜英泰已经确定要让陈世凯接任交通部长。世凯兄在台中市议会多年的服务的工作经验，也对地方的交通事务相当的熟悉跟了解。除了所学之政治的专长之外，他又有企业管理的学习过程。有足够的能力，也有充分的准备，可以去因应现在交通部非常多的业务。前交通部长李明干顶礼拜互人压出婚外前快速请辞核准，陈世凯接任部长的职务。今年47岁，伫东海政治系毕业，大学时阵就加入民进党青年军，隶属新潮流派，并连续当选3届的台中市议员，是党内重点栽培的中生代。需要担任赖清德2024总统大选竞选发言人，期间得到真大信赖。不过，陈世凯无交通背景。要管理包括海陆空建设甲观光运输的交通部，和各界拢正意外。当然，有有真侪质疑的声音。说服国人是陈世凯的交通专业在哪边，以及陈世凯有没有办法有这样子掌管大部会的能力？毕竟交通部的预算每年本预算就几百亿，有没有办法能够带领整个部会往前迈进？他对总统跟院长的思想应该蛮了解，可以表达很多重要的意见。也希望说未来的交通部长可以要多花一点时间学习哈。国民党立委讲，内阁部长已经无密月期。交通委员会的民进党立委坦白讲，交通部长的职务真专业，但世凯都要开真侪时间来了解相关的业务，展现出是新人的实力。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咱台湾各地是多云到好天，咱来看云图。今仔日过到了后，天气再较无稳定，各地山区、平地拢有机会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嘛有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气象署是有针对咱全台湾11个县市发布高温的资讯。中昼左右，伫台中、云林、高雄、屏东、花莲、台东是柑仔色的高温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湘北、彰化、嘉义和台南是到黄色的高温灯号。那今仔日各地头的高温大约是32度至35度左右，乡亲若是有出外，爱注意早日嘛爱加啉水。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环境部伫昨昏公告碳费相关的3项处罚，宣告台湾正式行入碳定价时代。初步征收的对象以年排放量25000吨以上的电力业、燃气供应业，也有制造业为主，大约有281间公司爱纳碳费。按算10月份的时完成审议，每年5月份起申报，伫2026年开始收钱。来看《中国时报》，医界有提案要调升诊所药师的药师服务费，对39点增加到54点，比较社区的药局，也毋过这是引起药局药界反弹，认为医药分业的制度行反头路。11个药界代表昨下晡和健保署开会，也毋过并无结论，所以药师工会即马宣布，因伫9月19号要招上千人行上街头去抗议陈情。来看《自由时报》。台中捷运伫去年5月10日时，河边仔咧起厝的建案，对31楼落去的吊管去焊掉，造成1个人死亡，15个人受伤。
台中的检方伫昨昏是起诉2个工人，认为这2个工人无按照正确的标准程序去作业，才会互这吊管落落去，所以依照过失致死罪名，甲2个人提起公诉。台中坐军这个案，台中的检方对2个拆除作业的工人提起公诉，验过刑富法建设也各具营造公司，遮因拢无代志，这嘛引起民众的议论。另外，即马交通部嘛有告讲要修正台中坐军法，若是乌白等物件入去铁基路，影响行车的安全，也是撞入去行车的路线和管制场所，相关的罚款100万。台中捷运列线去年5月弄到刑富法建案落来的吊手，造成一死13伤的重大事故。台中地检署预告侦结，确定拆掉拆除作业2个工人，涉犯刑法过失致死、过失伤害等罪嫌，提起公诉。若是刑富法介入营造等公司拢得到无起诉，消息一日出来，民众有无同的看法？基本上我是觉得不合理啊，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工地那边应该就是有监督的责任，所以我觉得应该有连坐责任这样子。外包，建设公司就道义上的责任了，所以法律上是还好的。我是认为这样。检方表示，指挥的辛苦工人加机械操作员4个工人违反踏切吊车工程时间计划书，也有拆除机说明书的规范，方便做代志拆除吊手造成意外，有明显的过失。暗过刑富法介入营造等公司以及现场工地生出来负责人，因为无违反作业规定，所以无刑法会当归责的理由，互因无起诉处分。承办检察官经调查证据，并审酌全部卷内相关的资料之后，认为其余的涉案人等，他并没有违反相关的作业规定，没有刑法上应予归责的事由，原予不起诉处分。台中市高龙局表示尊重司法，高龙部为了改善捷运事故的通报机制，29预告修正台中捷运法部分条文，除了规定一般的行车事故，个因为事件嘛爱通报。另外，乌白等物件影响行车安全，走入行车路线管制场所，为本来相关会当罚7500，提高到100万的罚款。如果有擅自闯入大众捷运系统的路线、桥梁、隧道、涵管内跟站区内的非公共通行的处所的话，我们这次修订的第50条，处罚1万元以上到100万元以下的这样一个罚款。交通部讲，修法的范围包括若发生事故，捷运公司拒绝配合主管机关的调查，相当甚至会当废除营运许可，强化主管机关对捷运营运机构的监理机制。预告修正期有60天，预定10月底就会当颁布施行。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今年双十宴会会伫婚礼举办，也毋过最近就有人伫面册顶头看到讲，敢若有人要找这宴会活动当工的工作人员，也毋过向警方确认了后，确定这是假消息，所以即马这篇文章已经提掉啊，嘛呼吁民众毋通乌白乱传，才袂去害人去骗去。发现这个讯息之后，第一时间也通报了云林县警察局。那警察局这边也经过了解，还有跟我们业务单位联系之后，证实没有这样要招募工作人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警察局已经要求这个文章下架，那也同时也在追查就是讯息的发布者。婚姻县政府是表示，最近伫地方的面册社团顶悬有人在打讲要找双十宴会当工的工作人员，嘛要爱讲要找160个人，而且佫讲1点钟的薪水超过300块以上，所以开始就有人在问。也毋过警方嘛发现讲这是诈骗，面册社团嘛已经赶紧配合警方，把这个资讯提掉啊。即马当地追查大门的来源，要找这个假消息的来源是啥？去年7月份，家己举办好爷绕境活动的时有发生爆炸，造成29个人受伤。嫌犯是挑工警人济所在去放炸弹，虽讲伊是毋承认犯案，也毋过检方伫因兜有抄到大量的炸药和原料，嘛甲即个查甫人提起公诉。法院即马是认为讲，即个嫌犯无差别攻击，而且无悔改意思，一审甲伊判无期徒刑，而且剥夺公权归死人。现场有红色线，除了塑胶椅啊，阁有袂少幼幼的碎片。警方详细采证，去年7月15暗头啊，嘉义河联警金好夜会举行绕境活动，煞向发生爆炸，造成29个民众受伤。
其中这上细汉的伤者敢若2岁。检警追查3个月抓到41岁姓赵的查甫人，怀疑伊伫铁盒内底放火药钢珠制造土制炸弹，再搁用遥控音爆。部分的那个受伤的民众啊，因为伤势严重，那住院之后啊，进行多次的清创手术，急救得以之后才救回啊。检方伫姓赵的查甫人睡厝的所在，发现爆炸威力加起来超过10粒手榴弹药量的炸药成品，搁有火药的原料，甲这个查甫人起诉。家己定义心理了后，认为伊的行为是有预谋的，嘛是无差别随机的攻击，犯罪行为重大，一审当判无期徒刑。而且本件是属于预谋型的无差别攻击行为，被告的凶残而手段冷酷，情节重大，不合议庭判处被告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那关于伤患在之前的受伤以及住院，那本会都给予最大的协助。那以及提供慰问。法院依照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判姓赵的查甫人无期徒刑。伊嘛对去年10月防收押交打，专案也会当上诉。嘉义河联警金虎也会是回应尊重判决，嘛会提供伤者伫咧过程当中全力协助。后续嘛会陪伴因讨赔偿，也是申请犯罪被害补助。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乌克兰自到时证实讲有一架 F-16战机摔落来，也伫这个月初，才有一批西方援助乌克兰的 F-16战机送到乌克兰，所以这件失事嘛是接受这批战机了后的头一届的损失。乌克兰伫这个月才摕到美国制造的 F-16战机，无到一个月，乌克兰参谋本部离到伫 FB 大文讲 F-16战机伫瓦滚俄罗斯目标时阵摔来，飞行员死亡，并且补充讲 F-16战机展现伊的高效能，将4辆俄罗斯巡航飞弹拍来。这间俄罗斯针对能源设施发射超过200粒飞弹甲无人机。美国国防官员讲，应该唔是予俄罗斯的攻击火力拍来，有可能是操作失误或者是故障。I'm not aware of any assistance or request for assistance from the Ukrainian side to us about this particular incident, but I'd refer you to the Ukrainians more to speak to any specifics on this pilot. How many F-16 U.S.-made F-16s are in Ukraine or are on their way or will be sent there? I'm just not going to get into numbers of how many F-16s are in Ukraine. That's something for them to speak to. That opens up a lot of operational security issues. 乌克兰并无公布新机队的规模，不过这边的损失造成重大影响。泰晤士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讲法，乌克兰有6台 F-16。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捌伫咧8月初时讲，乌克兰接受 F-16战机训练的飞行员无够 ，F-16战机也无够。军事专家分析，少量的 F-16虽然意义重大，不过无啥可能会对俄乌战争的战况有所转变。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来关心香港的网络媒体立场新闻，即马已经停止运作。即马2个立场新闻的警告站是互指控讲是有煽动罪。香港的法院昨昏判2个人罪名成立，这嘛是香港回归了后头一站媒体互指控煽动罪成立的案件。2个人相当会互关2年，外界烦恼这影响香港的新闻自由。表情正严肃，强烈发现已经停止运作的香港网络媒体立场新闻前总编辑蒋派权，离到来法院听宣判。伊家前署理总编辑林孝堂被指控错误发布或者是复制煽动刊物罪名，香港区域法院法庭离到裁定罪名成立。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the civil and the political rights, are very clear show that the freedom of this nature is not the absolute one. And in the interest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nd public safety and the public order, restriction can be imposed. 2人相关将会被判2年监禁。这是香港回归了第一件传播媒体被控煽动罪案件。2021年年底，警方拘捕立场新闻6位现任或者是前任的高层。要让警方起诉蒋派权甲林孝堂，在2020年7月到2021年12月之间发17篇文章，想要引起怨愤，或者是表示中央甲特区政府，或者是激起对因立判。案件经过8到2年的审讯，上尾也判罪名成立。外界担心对新闻甲出版界会有下行效应，减弱新闻自由。The accused article say that they were seditious.
the same content, articles, blogs, and interviews also existed in other media. So is it any further legal action against them, or is all end? It starts from Sad News and will be ended in Apple Daily. Is it all over? 对判决的结果，后边透过声明讲，虽然香港基本法保障新闻自由，不过这边的判决是这项基本权利愈来愈求水的一个现象。后边希望香港当局恢复当地对新闻自由的信心，而且莫阁起诉记者。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澳洲等几落个国家的领事馆代表，拢有到现场听判决。公司新闻郑伟玲、吴其昌编辑。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日本产经新闻和共同社报讲，日到下晡1点40的时，伫富士山有传出登山客通报讲失去意识。警方表示，这个人是台湾人，49岁姓黄，已经死亡。为虾米伊会拄着山难？即马搁在调查。来看有一个10岁的查某囡仔参与伫影音平台 TikTok 顶悬一款用锁仔来锁家己的颔棍仔锁甲分去的挑战游戏，尾啊，这个10岁囡仔无命死亡。虽然美国的法律是规定讲，影音平台敢若提供大影音内容，对这内容是免负责任的。也毋过这个案无共款，法院是同意这个囡仔的老母会当对 TikTok 提出告诉。继续关心世界卫生组织23日是发现讲有红婴仔去获到第2型小儿麻痹病毒，这是加沙地区25年来的头一例。世界卫生组织即马去宣布讲，以色列的军方和哈马斯拢已经同意讲，对9月初1开始要先停火停3天，要让当地64万的囡仔赶紧做小儿麻痹的预防针。有天主教的媒体是报讲，友邦教廷最近有几啊届公开美化中国的形象，替中国讲话。教宗彭济各积极推动两边的对话。嘛，媒体嘛讲，将有可能教宗是要实现访问中国的目标，尾也会牺牲台湾的邦交。咱的外交部是表示，政府会尽全力维持台湾和教廷的关系。这些文物如果没有被看见它的价值就没有办法彰显。部长林佳龙代表外交部关12件文物给故宫，而且宣布后续会阁关9件，因为这个文物唔那是专别的资产，嘛真有意义。像这个明朝嘉靖时期的徽碗，都见证咱国捌甲德国建交的历史。贴纸上面写的德文“中华民国驻柏林大使馆100号”。其实外交部有100多件艺术收藏。林佳龙讲，文化外交是真重要。希望这个文物去到故宫了后，会当运用伫展览、研究甲教学，协助台湾走向世界，嘛爱稳定邦交国。不过有天主教媒体报道指出，咱国友邦教廷最近几啊届公开美化中国的形象，教宗方济各嘛积极推动梵蒂冈甲中国对话，推测教宗会为着要实现访问中国的目标，牺牲甲台湾的邦交。针对这点，林佳龙讲，会全力维持台湾甲教廷，也有天主教会的关系。我们密切关注教廷跟中国的互动不过我们也呢很密切的跟教廷合作，宗教自由还有这些人道的关怀上有非常多的交流，20-30万的一个信仰者这个也是我们推动外交最坚实的后盾。到大陆去，这是教宗从来没有掩饰过他的一个个人的一个愿望那么至于说会不会因此就牺牲台湾，我觉得教廷要跟大陆建交，有很多问题要克服根本理由就是大陆对宗教是控制非常严格。真主教廷大使杜德生指出，中国有3000万的天主教徒，所以历任的教宗拢希望改善甲中国的关系。不过，在中国放定对宗教的管制进前，中国甲梵蒂冈的关系恐惊真偶有实质的进展。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美国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去中国访问，伊有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另外，苏利文嘛有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张又杰见面。苏利文是表达要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也毋过张又杰是表示，台独和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嘛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袂使下过红线。您好，
Good morning。握手互相致意。美国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访中，29和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张又杰来会谈。这是美国高级官员6冬来第一摆和中国中央军委会副主席会谈，嘛是张又杰第一摆和拜登政府的官员会面。苏利文当面表达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Given the state of the world and the need for us to responsibly manage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 think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meeting. 你提出与我会面，说明你对军事安全领域和两极关系的高度关注。张又杰讲，台独和台海的和平稳定两个无法度做伙存在，佮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袂当超过的红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9嘛会见苏利文，根据央视的报道，习近平重申美中双方应该合作双向而行。另外，苏利文28和中国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会谈，表达台海和平重要性。咱的外交部肯定美方的立场，嘛谴责王毅声明的一中原则是违背现实加含的言论。中方就本次会晤发布的新闻稿中，再度针对台湾发表种种背离现实的谬论。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中国持续恫吓及打压台湾，才是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最大风险来源。学者分析，苏利文访中除了是要当面确认双方对台海问题的调性无变，更加重要的是要替后一摆拜习通话来铺路。你们一个不要搞独立，一个不能用武力，就用这样子来维持台海的维持现状。但是我想他去的真正目的是要安排那个下一次那个拜登跟习近平的通话吧。顶一摆拜习通话是伫4月初2，伊当中是讲到台海美中科技竞争这议题。离美国总统大选还有2个月，拜习敢会搁一摆来通话？若是对美选有可能造成影响，对两方的局势、俄罗战争甚至中东的冲突，拢可能会有关键的影响力。记者综合报道。面对中国一日间来扰乱，咱国军嘛做出反制。华防部就演练反定律作战，伫花莲的华人海堡放狗烟，规片海沙堡是蒙烟线部的暗坎地形。学者是分析讲，狗烟会当干扰中国的雷达，来影响解放军判断定律的地点。花莲伫29透早5点外，发现海沙堡的景色和平常时无啥同。岸边开始有浓烟，佮一直对外口在探。才短几分钟，规个海岸线都拢是烟雾。民众透早出门，看到海边变做这型的，拢带一个。看见花莲有这么好的日出的赏景的地方，结果被这些演习这样把烟雾弹用在上面之后都看不到，大家早上都在骂。华防部花冰连今日于花仁海堤实施年度基地训练建测，欲请国人继续支持国防，支持国军。中国队最近几年是加强10招台湾东部海峡作战场的经营。华防部演练反定律作战，模拟中国军队想要来抢滩定律。国军是出动真侪台化学兵连 M56土动式涡轮发烟车，部署伫海沙堡透早开始发烟，规片海沙堡一个烟蓬蓬。国军用海提武器的战术有效来干扰中国军队判断两侧定律的地点。从这个刚开始，这个敌方可能会使用这个精准武器对我们的这个陆地的部署进行打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对我们的阵地实施掩蔽。然后接着就是说，如果说敌方他可能会这个持续要实施空击这样的话，那对于这个或者是这个两栖登陆，我们也可以用来这个隐蔽这个两栖登陆的地点或者是空击架，例如说主要是机场嘛。过去汉光演习就会当看到国军演练发烟，学者分析，放动烟唔但会当妨碍中国雷达的超吹，对因飞弹的发射不利，嘛会当用伫机场的反击杠用途真多。恭请总统受接。真身体将官甲将旗下起嚟，总统罗清德29伫府内主持9月份将官进任的授阶典礼，表达对进任将领的重视。一摆拢总有3个少将，一个中将进任。罗总统是肯定升起的中将的连指挥，推动一年期的义务役的改制，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我要感谢连将军在这个过程中的努力，也相信投身新制训练的役男，经过1年完整的多元训练，配合完善的后勤资源，可以达到实际提升台湾自我防卫能力的目标。罗总统续免的时阵，嘛感谢到场的将官的家属的支持，让将官会当安心保家卫国，嘛勉励将官团结国军，变做国家上坚强的后盾。记者综合报道。
其他消息来关心，辉达伫拜三时有公布第二季的财报，营收有到美金300亿，也毋过股票绩效伫盘后是6%，嘛造成美国股市收乌，而且嘛有拖累到咱昨昏的台北股市。拜时台股开盘，互投资人心头是结归圆。早盘下杀中是超过300点，上价来到22010点，好佳在落幅是渐渐收啊。落尾收伫22201点，落168点。专家分析，这是因为拜三辉达公布第二季的财报，虽然营收有到300亿美金，比翻你个预期的更较好，但是股价却落去。美国四大指数连带受到波动。财测的一个数字没有办法能够达到市场预期更高标准的情况之下。引发了一些这个获利的一个卖压，那短线呢就等获利卖压消化完，那这个时间可长可短。今朝看辉达相关概念股，亲像台积电、鸿海含广达拢在落，看过去是一片青。款王台积电开价走价，落尾收伫943块，落21块，724.46条。就连人工智慧的族群，亲像技嘉含伟创，嘛拢有超过1.6%的落幅。另外，伫金融类股的部分，大成金含中信金当在抢收购新光金，但是新光金落尾会互谁抢去还阁唔知影。新光金落尾收伫平盘，但是大成金落幅大到2.64%，伫中信金的部分嘛是有落1.51%。我们是认为说有一点点的关系，可是以整体来讲的话，其实你如果去看一下，像是今天龙头股富邦金啦，或者是国泰金。那其实他们的走势都还算是稳定，金融股倒是还是可以继续观察的看起来也并没有那么悲观。分析师认为讲，万一台股拜四拜五两天的股价拢连续收乌，恐惊伫第期内就是9月前半个月大盘恐惊会继续震动整合的型。记者综合报道。4月份的时，花莲大地震，所来个因为凯美风台去花莲佚佗的民众，敢若剩2成，所以观光署即马要推出。进行花莲补助计划，要提供民众9月份至11月份，若是去花莲大饭店，逐个月拢有1000块的补助。订房间的网站顶面满满的选择，不过每一间的介绍拢伫咧2000块以上。若是较高级的饭店，平均嘛拢爱1万块以上。根据观光署113年顶半年的统计，台湾平均的房价是2885块，比去年2956块搁较减71块。虽然有较减，不过真侪民众拢感觉减无济，无啥物感觉。在台湾还不如去国外玩就好，因为房价其实是差不多的，2个人大概2600，性价比没有很高，因为里面的环境卫生打扫都没有打扫得很好，但是价钱又有点不符合。台湾饭店愈写贵松松，是个人甘愿出国佚佗的原因之一。佮加上花莲大地震、佮凯美风台，去花莲佚佗的民众敢若剩2成。为着要推动花莲的观光，观光署推出补助计划，民众只要伫9月份至11月份去花莲大饭店，政府逐个月拢会补助1000块。我是住花莲的，然后我明显感受到，就是我们每年寒暑假的观光地点人都会很多，然后今年就是越来越少，人潮下降。受到这个04、03的地震，还有台风，我们9月1号到11月30号，那每个月都可以使用一次，最多可以折抵新台币1000元。观光署表示，每一间业者的品质甲服务本地就无同，只要介绍伫合理的范围，政府就会尊重市场的机制。不过，政府会要求业者爱提升饭店甲旅社的品质。观光署嘛建议业者将旅游结合地方特色，增加个人旅游的意愿。记者伫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因若凯美风台扫过了后，伫宜兰的海岸线有一寡水流茶，有一寡并无清气的茶基茶库。因为天气较热，佮天气打扫，才规个烧起来。消防队爱一直去拍火。海沙堡的水流茶熊倒火，台北甲风管处巡逻的人员看到这个情形，随通报消防人员去抓水拍火，避免火势扩大。消防员扭水线转水控制火势，嘛甲导火所在附近的茶拢转好淡，避免佫倒起来。台北甲风管处的人员推测，火灾发生的原因，那像是因为天气太过大所导致。有出来有巡，有时候会看到，上次也看到一次，也是在这个地带。然后都是木材太干的。对。根据宜兰县消防局的统计，
台北封派了后，海基仔水流茶队会进行到达已经发生3届，有部分的民众认为讲，这水流茶应该赶紧清掉，才会当避免发生火灾，嘛会当依护游客安全。当然清干净一点会比较好。我觉得应该要清干净一点。为什么？因为毕竟来那个海边玩，因为漂流木里面会杂夹那蛮多的那个垃圾，对啊，会比较希望说，如果说他把它清掉的话，海边会比较漂亮一点。宜兰县烟花水流茶经过向海地境平台协助，大部分已经清掉，嘛伫10日公告开放给民众来捡。不过村内无人要爱水流茶所加做问题。那也呼吁说，在这个杂质的部分大家也不要随意这个燃烧或者是乱丢烟蒂那造成如果不必要的一个这个我们的一个这个燃烧的部分造成环境的污染。官府表示，会持续透过向海地境平台来清理这海沙堡的水流茶，嘛呼吁民众昏头唔好乱弹，或者是烧物件，降低火灾甲意外发生的可能性。记者综合报道。囡仔使用网络，家长就要注意囡仔拢在看啥。网络内容安全防护机构就统计讲，这几年至少性影像泄露出去的案件，逐年拢在增加，去年上无就有237件。而且各位伊嘛发现讲，网络性影像泄露出去，也有霸凌事件，拢会害囡仔去治着有足症，也是想袂开，行地路的风险拢会提悬，家长拢爱细致。网络社群媒体发展交换信息利便，但是根据网络内容安全防护机构IWIN的统计，儿少性影像外流案件逐年增加，因收到的通报数量为2018年只有8件，去年提升到至少237件。关于以做线工互人诈骗占大宗，情感问题排第2。那是不是只有237件？其实我必须要说，绝对不止，因为我们的同仁有接到伸出一些电话来，他只是询问之后，但他没有提供网址，所以我们忧心的是，他实际的案件数实际上高于这个部分。性影像外流问题唔来影响儿少的运输，IWIN发现也可能致使儿少网络霸凌事件，而且根据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研究，也发现这款儿少网络安全问题，可能致使儿少郁卒病，甚至是自伤。近10年来，英国、美国、全世界几乎每一个国家，忧郁还有自我伤害的儿童青少年，大概增加了就是是本来10年前的1.5倍。会不会跟他在网络上面被霸凌私密照外流的这个趋势是一致的，或者是两者之间根本就是存在一个直接的关联性？公卫院透过研究发现，儿少网络性影像外流，或者是受网络霸凌，拢致使儿少郁卒病风险提悬。另外也发现，囡仔使用网络时间长短，参郁卒病风险并无明显的关系。国卫院表示，这显示比起囡仔使用网络的时间，家长对囡仔使用网络的状况爱加关心是更加重要。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台南的省大病院最近有收到一个发烧会吐8岁的囡仔，而且有严重的高血压、休克在症头，赶紧把囡仔送去加护病房抢救。可能是去为着侵袭性 A 型链球菌，也就是人在讲的食人菌，加在是经过抗生素治疗，囡仔平安出院。8岁查某囡仔快乐的跳舞，身体状况恢复了真好。不过，伊伫今年4月因为发烧，骨头互送去病院，后来佫出现严重的高血压、休克等症状。医疗团队研判是去感染到侵袭性 A 型链球菌，赶紧使用抗生素。查某囡仔住院治疗2个月了后，总算好完全。那其实整体的症状来讲，其实没有明显到会紧张的感觉。所以一到医院来之后，马上进到严重的病程，我们其实非常的意外。像一般恢复一般的样子，跟过去平常生活的样子这样。他到后期没有发烧的时候，就有一些极度倦怠，甚至呼吸喘。那他甚至会抱怨他肩膀会痛。我们都认为这个可能是他并发成肺炎的早期警讯。治疗过程为着避免查某囡仔的脚甲手因为血路袂通变死肉爱锯掉。团队透过预防甲治疗心肌特别好心大片来疏通血路，效果袂歹。
那针对他的脓疱性紫斑，那是因为他严重的败血症，所以有一些弥漫性广泛的血管内的淋血，然后导致四肢的血液循环比较差，所以也合并使用抗凝剂，跟就是局部的血管扩张剂涂抹包覆使用。侵袭性 A 型链球菌就是人咧讲的食人菌。患者通常会出现咽喉痛、发烧、生肥啊等等的症头，甚至有一寡人会吐、腹肚无爽快。若是动静，佫会造成意识无清楚、昏迷、低血压、皮肤变色或者是生斑、喘气袂顺的问题。3岁到15岁囡仔或者是老人较熬袂着，会透过喙烂手感染，而且也无疫苗会当预防。目前的治疗方式就是量早诊断、使用抗生素。大部分的患者拢会当伫几礼拜内恢复健康。记者文正行台南报道。高雄市伫今年有争取到中央1亿6,000万的经费，要伫82个常常发生事故的路口去进行改善工程，嘛要伫人行道挖角设护栏，要改善民众行的安全。验过嘛有民众是认为讲，其实也是有机车徛伫人行道，而且机车拢乌白停，违规停伫无障碍通道。大江暗头啊，高雄自由黄昏市啊，4颗链灯，不管是买菜或者是过路的车，是有够多。这个路口常常发生交通事故。最近高雄市政府进行路口交通的改善计划，伫咧自由甲民主路口，即马有加到3个这种挖角的护栏，加强对用路人的安全保护。这嘛是高雄头摆设立这种挖角的护栏。我觉得对于阻挡这一块，它是有起到帮助的。因为这个路口车子真的太多了，而且常常会有车子莫名其妙冲上人行道，我觉得没办法阻止机车上人行道这样子，因为会骑的人还是会骑上来。民众表示，设定挖角护栏了后，是有感觉较安全。不过，若是拄到有人甲乌多摆徛起来人行道，要甲因小闪身的时，就要加较注意。也阁有人是直接甲乌多摆停伫咧无障碍通道，现场观察有4种人士全找无空间、找无路通出来，无障碍通道全变做有障碍。就是要找很久，所以我才会觉得说比较伤脑筋的地方就是在这边。这个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反映，其实也有很多民众也在反映说，对他们的出入也很不方便。警察执法的处地，会当来用这个开单，还是讲用劝导的方式啊，互咱家附近的民众慢慢较早无好的习惯，会甲乌多摆停伫人行道这种的习惯，会当慢慢改掉。中央分局表示，今年1月份到8月份，伫自由黄昏市啊四周围处地违规的停车案件，就有45件，乌多摆徛起来人行道的有12件。新的挖角护栏效果啥款，就搁爱观察。也若电影的民众是期待警方会当更加积极来处理违规的行为，互用路人一个真正安全的路。记者邱昭阳高雄报道。老港买当读大学，这是台北市政府伫昨昏宣布，因要成立线顶的台北市劳动大学，包括职业安全、职业能力的课程，也有特别为移工设计的语言和技术的课程，互国内外的劳工拢会当上课，而且是线顶报名免费参加。现开册这是设计互外籍移工学习华文的课本。台湾因为欠工等等因素，踮台湾的外籍移工正在增加，去年已经超过75万人。台北市劳动大学是市府劳动局下骹的单位，其中的移工学院通提供移工语言、技术、文化等等课程。相关的课程大部分都会有上 YouTube， 除了刚刚讲的那个教育训练那种长照教育训练，可能会有个别化的到载跟团班的训练之外，其实在我们移工学校的那个 YouTube 都可以看到相关的一个那个各国那个印尼语、那个越南文的一个相关，还有英文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教育训练。台北市劳动大学整合劳动局的各种课程，开设劳动事务学院、职安学院、职能发展学院、移工学院4大学院，规划12类课程，一年通提供16000人次上课。我们也有非常多的移工朋友，我们对于职业安全的重视，以及我们对于年轻朋友未来职涯的发展，以及相关所有劳工朋友关心的劳动条件，都涵盖在这4大学院里。台北市劳动大学的课程拢结合伫台北市劳动大学的网站，民众通透过网站看到课程内容、课程地点，免费报名参加。市府希望互当咧找头路，也是在职的民众拢通继续进修，增加知识，培养第2专长。
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咱台湾伫每年就要进入超高龄的社会。根据卫福部的统计，目前咱国内失智症的人口已经超过35万人。为了要营造友善失智症时代的环境，国健署即马是鼓励菜市仔、柑仔店、公庙、药局、银行这所在加入友善失智症的据点。阿公甲阿嬷伫台顶搬布袋戏，互台下的人看了是笑嗨嗨。虽然这阿公阿嬷有失智症，真侪代志拢已经袂记啊，但是布袋戏的台词，因是记甲真清楚。食偌济？500块。啊，土匪啊，毋是啊。啊你拄食迄个人食的嘛爱算你的啊。逐当的9月份就是国际失智月，为着要打造友善失智时代的环境，国健署鼓励阿公阿嬷食去的菜市仔、柑仔店、公庙、便利超商、药局等所在业者，会当加入失智友善的据点，来支持失智的老大人。17000个社会的组织参与了我们这个失智友善的组织，包括我们非常了解的药局、很多便利超商。甚至我记得还有很多的早餐店哈，还有银行。台湾伫2029年会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根据卫福部的调查，台湾伫113年总共有39万人有失智症。预估伫20年了后，台湾平均逐天拢会增加48位的失智症患者，等于就是每30分钟就有一个人。国健署嘛，迄一出甲失智症有关系的纪录片，希望互更较侪人认捌失智症，嘛鼓励更较侪单位加入失智友善的据点。记者伫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再去看世界，咱来去日本。日本的新内川的海墘仔出产真侪乌泥，乌泥的数量是侪甲强要甲这海草是食了了，所以当地的水产技术中心专赶紧甲这乌泥拢好起来，改用高丽菜甲饲，毋但抢救海洋的生态。即马嘛听讲，食高丽菜大汉的乌泥口味口感是搁较香，搁较甜。伫咧日本神奈川县豆子市的志工团体渔民也有研究人员，长期伫咧海边啊采集这种紫海胆，因为因的数量实在太多了，甲海草这款海洋食物食了，造成海花沙漠化的危機。海藻がなくなった場所はウニがかなりいるんで、それをダイバーだとか漁業者、漁師の人が潜って、あとはその水機で拾ったりで駆除はしてるんですけど、全然減らないので、ものすごい数がいると。海草是海洋的森林，鱼仔的庇护所，对维持生物多样性正重要，所以一定要把这款伤过多海胆掠走。海胆一档一档好起来了，以前拢是送去附近，和造产人做肥料。神奈川的水产技术中心即马开发出新的用途，互因踮伫咧人工的环境，用一寡较歹、无要卖、要报废的蔬菜甲因饲，发现这款海胆正爱食，特别是高丽菜、小香菜等这款叶菜类。因若食蔬菜海胆，伊会当摕来食的成熟线会生做较大，食起来是比野生的海胆气味较甘甜、较好食。この研究所ですと、キャベツですとかそういう野菜を与えることによって非常に美味しいウニができることが分かりましたので、それをどうにか、商業化してですね売り物にするような研究を現在進めているところです。神奈川县以前的研究有试过各种其他食物，海胆是无紧食，不管是豆腐、鱼皮、酱菜，因拢食。要是发现叶菜类效果上好，因若是食柑仔。因的烧水会更加饱。伫最近这几年，台湾的平湖、马祖也同款用高丽菜饲海胆的实验计划。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辑。天气报你知，咱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是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3度。外岛的温度26度至32度。咱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
感谢乡亲收看，祝亲平安顺心，明仔载起9点，咱再会。